喺南非做義工嘅一日，我參加嘅係 Surf Outreach Volunteer Project， 分2 part， 第一 part 係自己學滑浪，第二 part 就係帶小朋友一齊去滑浪。呢個 program 其中一個先決條件係要識游水，一共有5位義工參加咗呢個 program， 2個呢本身就已經識滑浪，剩低嘅3個包括我呢都係初學者。學滑浪嘅過程基本上就係不斷試，不斷跌落水，不斷試，不斷 repeat。2個禮拜之後都叫學識咗嘅。下晝就會帶一班9至15歲嘅小朋友去滑浪。呢啲小朋友一般嚟自弱勢社群，要喺學校表現良好先至可以參加呢個課外活動。其實呢，佢哋都識滑浪，我哋只係從旁協助佢哋，或者帶佢哋去深水啲嘅地方。如果天氣唔適合滑浪，我哋會同小朋友做其他運動，例如打下網球啊、羽毛球、踢波等等。呢個呢，就係 weekdays 嘅 schedule。咁喺 weekends 呢，我哋就有自由時間，想去邊度玩都可以。